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热点。伊朗甲美国达成协议，在以色列甲黎巴嫩停火这段期间，完全开放荷姆斯海峡，国际石油的介绍水落石出。别人这个时阵专鱼6号，4月16日，在钓鱼台海峡渡火，中国所利用意外甲台湾客讲会保护中国台湾的时阵。新闻头家先来看，这伊朗甲美国达成协议，在以色列甲黎巴嫩停火这段期间，完全开放荷姆斯海峡。这个消息随出来，国际石油的介绍就水落一城。欧美股市也随大起，美国三大指数上济起1.8%，欧洲的股市起2%。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伫社群平台宣布，伫以色列甲黎巴嫩停火期间，荷姆斯海峡完全开放，予所有的商业船会当过。美国总统川普也公布伫网络顶大文宣布这个消息。This will be a great and brilliant day for the world, because Iran has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fully open and ready for business and full passage. 欢喜庆祝的，除了伫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现场听川普演讲的民众，也有各国的股市。美国道琼指数起差不多1100点，起码1.8%。标普加纳斯达克的起码也分别有1.2%加1.3%。伫欧洲方面是以西班牙加德国股市起码差不多2.3%上最。法国的起码也要加2%，英国股市的起码是0.97%。主要原因当然就是荷姆斯海峡恢复通行，和国际油价贵的降落。美国西德州原油跌到一桶84块美金以下，跌幅超过11%。英国北海布伦特原油介绍一桶90块美金左右，差不多跌9%。What we'll see is more of an oil price that's probably in the 70s. Maybe depending on what's happening geopolitically, it could pop up into the 80s. But I'm hoping the days of $100 oil are behind us at this point in time. 不过，牵动这款经济指标的关键因素，就是以色列甲黎巴嫩停火，伫10天的期限了，情势如何，也有正大无确定性。另外，就是美国甲伊朗的谈判内面，更加关键的核能问题，也阁超袂好势。伊朗坚持未交出已经提炼的浓缩铀，美国方面是讲无排除会用抢的，而且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继续进行，互伊朗正不满。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镜头转来看亚洲，日本的护卫舰雷号将通过台湾海峡往南海去，是要参美国也有菲律宾联合军演。这也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以来头一届派护卫舰通过台海。在中国迄边当然就丢卡顿地批评日本力气无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发表台湾有代志言论了后，号召日紧张关系升悬，甚至和中国实施报复性措施。根据日方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雷10次经过台湾海峡，佮引起中国抗议。中国军队已依法依规处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已经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冲击。日方派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耀武扬威，蓄意挑衅，是错上加错。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日本已经几摆以实际行动强调航行自由。头一摆发生在2004年9月，护卫舰联合将做自卫队成立以来，头一摆经过台海的日本舰，迄当时也有纽俄军舰同行。2005年2月，护卫舰秋月号是多次经过江宁6月，也有护卫舰高坡号。这摆雷号通过台海路南，是高市早苗就任以来头一摆，研判是要参加20举行的美菲简便舰联合军演。针对台湾周边海空动态，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均能有效掌握。对于个案细节没有评论。军事专家苏志云表示，几摆日本舰经过台海，代表日本防卫政策已经将台海认定是国际公海，那是海上生命线，也是日本重要的交通航线。认为对方的抗议伫国际法完全卡不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同时派遣了14号直升机母舰从台湾东部向南航行，同时在这个肩并肩演习也是日本首次以实兵参加。以往日本都是以观察员的角色，那么这一次就是实兵，包括地面部队以及水面部队。日本防卫相小泉也会前往
这是象征着南海、台海跟东海都是关键的角色，也就是所谓三海联防的概念。中共继续对台进行无清楚地带侵扰，根据国防部最新动态，17早起6点到18，将击攻击5架次，江南6架甲公务船1架，继续伫台海市khu域活动，其中3架次军机进入咱国西南甲东部空域活动。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任务机南甲反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甲应变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基隆这个渔船专鱼6号昨日4月16日，伫咧钓鱼台东北边的海域着火，船长是到即阵也找无人。咱的海巡署是甲日本合作，当咧拍拼找人。不过这个时阵，中国说是利用这意外咧甲台湾徛。中国海警昨公布救援的相片，讲是会保护中国台湾的渔船。咱海巡署就随批评中国咧武人政治。基隆接渔船专鱼6号归台船导火。乌烟瘴气的天顶，意外发生伫咧16透早，这台98吨的高网渔船，12自北斗湾渔港出海，因过伫咧经过钓鱼台东北方海域的时阵，船煞导火。船上6名外籍船员已由附近作业有船，全于36号及时救起，均无大碍。相信船长失联，海巡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启动应变机制。这台基隆籍渔船船长有台湾籍4长的船长，抑有6位菲律宾籍的船员。导火迄当阵跳海逃生的6位外籍船员，和附近的台湾渔船专机36号救起来。因过台湾籍的船长无看的人，抑搁伫咧找。彭佳屿东北136位置处搜救全渔6号台湾籍船长。这件船难也引起中国注意，中国海警局17暗发通报。公开现场的相片，讲执行巡航任务的中国海警船，到司法的海域拍火加搜救，也讲会继续保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中国渔船的安全。这寡讲法，互咱海巡署反驳。海巡署强调，相关讲法是政治操作加认知作战。除了侦派宜兰咱去救人，也会继续回动日本方面，全力伫咧现场找失联的船长。希望中国莫照着海难事件进行政治操作。用中国台湾籍渔船的讲法侵犯咱国的主权。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哲昨是去台中的逢甲夜市陪议员的参选人拜票，不过在半中路所是有一个查甫人骑乌多摆挖进，怀疑佫有向空中喷咸椒仔水，这是造成不少人不爽快。民众党就批评这款暴力行为，早起已经去报案啦，警方也当咧追查迄个查甫人的身份。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17暗来到台中逢甲夜市，陪同党籍7议员参选人勇健的扫街，想要到进行到一半，空气中却突然散发插片的气味。为什么我觉得很像啊？对，会有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不是什么辣椒粉的攻击还是什么之类的？现场人员扫袂停，有的人也目屎一直流。就连经过民众也受到影响。17暗8点外，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陪同党籍7议员参选人到台中逢甲夜市扫街拜票，所传出有人亲像喷辣椒水。团队也伫18向警方报案，指控有看到2个查甫人骑机车向空中喷，也连续喷失败。时间点其实很微妙，也很敏感。当时就是有一台摩托车就是这样过去，然后是2个人。那我们的伙伴，其他我们的志工伙伴呢？因为其实也有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在观察2台摩托车，对，有2台摩托车也都是各在2个人。是许多的人都受害。这种我们就视为是一种无差别的攻击。我再重申一次，暴力是懦弱的行为。民众党职工表示，虽然市区位也有其他的人受影响，也毋过会当讲是郭文哲行过去都随闻到插片的味，怀疑是有组织的团体行动。也毋过因为现场人真侪，第一时间真歹看到是啥物人咧喷辣椒水，所以就交予警方来赔清。现正持续扩大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厘清案情。经查，扫街区域为行人徒步区，目前尚未发现所称2人骑乘机车或可疑人士喷洒的情形。警方表示，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追查，也呼吁民众保持理性，后手也会强化竞选活动的维安，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有民众利用警察局的网络系统伫咧线顶报案，不过说是跳出别人的资料，这就让人真烦恼，讲这资料敢是有泄露出去。
新北市的警察局就赶紧接触了后，是表示讲无发现系统过样，应该是单一的个案，会针对这个案件追究系统厂商的责任。若发生突发事件，要找人斗相共，会使亲自去警察局找警察备案。不过，警政单位其实有提供线上服务，会当伫网络报案。不过，这么哪点，新北市警局的报案系统网线正伫咧检修，若是要报案，就要用其他方式改卡110或者是简讯处理。会暂停服务是因为有议员接到电情，讲伫新北市警局的系统报案，所看到别人的个人资料加报案内容。民众在报案的时候，页面跳转到了别人报案的资讯。我在第一时间立刻通知警察局，他们也立刻去做全面的检视。在市府推动数位化服务的同时，治安的配套一定要同步到位。不会觉得系统不安全，但会觉得对于民众的资料保护没有做好，因为或许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随便跳转到别人的资料？一定是那个资料对接没有做好吧？会有点觉得会有风险。系统出包造成个人资料外漏。新北市警局回应，经过实际测试，并无发现异常，算是单一个案，暂停受理网络报案，已经联络厂商赶紧检修案件的资料外漏所造成的损害赔偿，会依照契约要求厂商负责。类似这样的可能性很多，比如说在我刚才提到 Session 的负责人出现一些状况，或者说很多政府的机关会做所谓的 SSO 在应登录的时候，它如果在配置上面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或是它的API 的部分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损害。治安专家讲，这种系统异常的情形，若是对内部的机制来看，有可能是甲负载并行的节点切换，抑个连线平静的机制出问题有关系，会常常造成渐存的错误。不过，有人怀疑，敢会有骇客自外部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丹那市风台扇倒一张椰子树啊，造成台南南西一对农民伯仔囝一死一伤，不过家属请告赔是失败的。这阵议员就指控讲，其实这个代志发生的一冬之前，里长就反映讲这椰子树啊无介安全。议员是怀疑讲是市府无去处理，才会造成悲剧，也怀疑讲市府有暗砍现场的相片。目前台南市府是回应讲，所有的资料拢当咧审理。也若是搁赔部分，若是家属有新的证据，嘛当搁再重新申请。椰子树东北条大风吹袭，连根断去，接到经过农用车，造成台南南西区一对做农的姓陈伯仔囝一死一伤。代志发生伫去年7月，但那市风台来袭期间，家属事后申请国赔方驳回，向民代定情。这支椰子树恐惊早有养护不当的事实，也涉及欺负稳定资料，造成国赔失败。要求公务局移除椰子树，但是他们每次都认为安全无疑虑，没有理会。事件发生后，公务局更是说7月1号入树检测没有疑虑，可是附上的照片却只是开车经过。他应该没有送上去，他应该负他的责任。但是树的根部被蛀了，是不是有办法在预先能看到？这个也是一个专业的。民代提出椰子树根部后期甲烂根的情形，就其市府讲，逐个月拢有执行树啊巡查，只做标明。伊也讲，2002年到2025年之间，涉及风台期间树倒地死，也是地损等国赔申请，多数拢是因为天然灾害不可控的因素方驳回，欠单一个案责任赔偿的寻求。国家赔偿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有没有可归责的疏失。除非能够证明政府事前已经知道风险，却没有积极处理以及维护，否则要成立国家赔偿的几率是相当低的。律师坦白讲，民众会当依法申请国赔，也毋过伫天灾等不可控的因素之下，举证困难。也毋过市府强调，若民众有新事情，会当以定数重新启动行政审查。记者综合报道。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提出 Terafab 大型晶圆厂的计划 ，Intel 嘛宣布要加入。即阵特斯拉是已经宣布讲要请人，敢会去影响到台积电呢？不过，是有学者指出讲，这要超过制造晶圆厂是需要真长的时间，不是短短就有法度超过。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之前讲要去 Terafab 大型晶圆厂的计划，美国晶片制造商英特尔也宣布加入。
特斯拉要找人的条件，主要锁定 Terafab 计划，亲像高级制程工程师、化学机械推进、电导高级制程工程师、资深制程工程师、高级制程整合工程师，主要要找9大工程的职缺，锁定先进晶片制程5年以上经验人才，其中国内职缺要求有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经验。专家认为讲，马斯克想要推行 Terafab 计划，需要是税务建立。技术条件的标准偏悬，只是 Terafab 要成功来达成到马斯克希望的晶片自给自足，困难度不离悬。就连台积电董事长加总裁魏铁家在法人说明会顶面指出，精益代工是无法度行近路的。它在这个制造方面是完全缺乏量产的一个经验，跟这个所谓专业封测体系的一个情况之下，短期内其实比较难以去跨越从研发那么到这个稳定产出的一个技术高墙。这个系统里面其实不是说有设备啊，然后你知道，这些参数怎么调整去啊？其实它牵涉到人力的问题，牵涉到供应商怎么配合的问题，牵涉到说我的机台有没有办法自己去改正修正。另外有专家分析，马斯克想要学到台积电规个团队，恐惊也无简单。而且就算有钱，台积电的企业文化也买袂到。就算学到规个团队，顺利到国外就业，那爱面临真悬的成本、适应期这个问题，敢若是安怎提升良率，就是上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府是安算一个中立体育园区起一间会当予21000人入场的巨蛋体育馆，嘛安算要起大型的商场，望带动南桃园的发展。因那议员是建议讲，交通都要设计好势。尽快进行到规划，这是中立体育园区。市府为着要平衡南北区域发展，除了要伫遮起会当容纳2.1万人以上的巨蛋体育馆，也同时打造一座购物中心。园区会采取 BOT 的方式来兴建，已经公告招商，预计6月23截止收件，在地居民真期待。基本上是非常期待，是非常期待的，对，因为这就会变成一个算是北台湾的另外一个新地标。对电园建设发展，在地居民是真期待，也毋过也真惊受伤害。议员拢表示，附近交通是招商上大挑战，烦恼车阵人流会对电园上的交通产生真大影响。提起市府做好交通影响评估。体育园区孵蛋，中立交通岔雷带，现况道路路幅宽度根本不足以支撑未来购物中心或是巨蛋进驻之后交通的量能。货站体育园区设置巨蛋，市民朋友有期待，但也害怕受到伤害。对于旧有的道路，如何去拓宽，如何去优化，才不会对地方上的交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针对交通冲击，市府表示，中立体育园区 BOT 案位伫中立区环中东路环运路口，占地大概9公顷，未来会当连接中立车站、三铁公告、捷运绿线延伸中立段。铁路地下化等交通建设，这个开发案定位是桃园市上高层级的大型室内多功能体育馆，加上购物中心，目的是带动南桃园运动、五路经济甲观光产业共步升级。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的卫生局今仔日伫咧运动中心举办健康食食的活动，透过这活动，互老大人知影讲安怎食较健康，也鼓励因爱运动。他是对你好优秀，但是他是不好的，吃的会胖。透过趣味的活动，互时代了解安怎食才健康。面对高龄化社会，新竹市卫生局拜六举办活动，教时代安怎食才营养才健康。吃坚果还有优格，加大乌啦，加地瓜啦，这些都是我跟你讲，尽量吃那个有根茎类的比较好。就原型食物，透过一些现场的教学，还有闯关的活动，能够让我们的长辈们呢更加掌握到自己每天吃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吃得更健康，而且更营养。营养师也提醒民众，真济时代常常因为喙齿无好、甲无法，伫蛋白质方面得减食真济。不过其实还有其他的食材会当代替肉类，譬如讲鱼肉加豆腐，拢是真好的选择。像鸡胸肉、鸡腿，他们牙口不好嘛，但是我们可以用新鲜的食材，就是像鱼肉、对豆腐。然后如果真的牙口再更不好的话，其实像豆浆。对，其实豆浆它就是黄豆制品嘛，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好的蛋白质来源。活动中，去透过球类运动，鼓励时代平常时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才当健康食饱哩。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
拜六礼拜这2天，东半部甲基隆北海岸是较高落雨，天气会较凉。因若是中南部的日时，由原是到30度。气象专家就提醒讲，接落来还有1-2波冷空气的入南，天气会凉凉。所以讲北部甲宜兰的观众朋友，这8个月塔就先唔好受了了。高岗北岸来回300多公里的辽景，大甲马乱桥所到的所在，连山连海，随响的信徒真侪人伫无法掠日头。不过天气方面就要注意咯，因为受到微弱方面的影响，拜六海落雨的所在，主要是伫咧东半部甲基隆北海岸，北部温度会降，南北的温度差较侪。红色这条线是北部的温度，那宜兰花莲的温度也是差不多。今明2天在清晨的温度也都是在20度上下，感受上是整体比较偏凉的。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可以看到温度的变化其实不太明显，白天仍然有可以接近到几乎快要接近到30度的一个温度。气象专家林德温讲，春天天气多变化，北部甲宜兰地区的民众薄瓦土先卖收。19到22会有1-2波冷空气落南，虽然讲唔是冷，不过至少是较凉。因若敢会落雨，伫前期环境水汽减少，较袂啥落雨。不过中后期有2段时间较会落雨。特别是4月23号到25号，以及4月29号至5月2号，下雨的机会相对会是比较明显而且集中。目前评估应该至少都在大雨等级。对气象署的资料来看，接落来1礼拜，拜六礼拜2天要注意东北季风所带来的渐雨。因若后礼拜3进前会转偏东风，天气较稳定。因若后礼拜4开始锋面通过，而且东北季风增强，出门上好早一支雨伞，还有薄外套。记者综合报道。再回来看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北部地区23度到26度，中部地区24度到29度，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23度到29度。外岛地区17度到27度。再回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